表妹，你啱啱由美國返嚟，今日我帶你去太平山睇下香港嘅美景。太好啦，小明表哥，我聽講山頂可以睇到維多利亞港嘅全景，咁我哋要點樣上去啊？坐巴士定係纜車？纜車好有特色，不過票價就比較貴，而且人多嘅時候要排隊。巴士就方便得多啦，仲可以一路欣賞街景。我啱啱返嚟，想睇下香港嘅街道嘅風景，咁我哋坐巴士啦。好啊，巴士一路繞山而上，你可以睇到唔同角度嘅城市景色。今日多雲，可以睇下兩邊嘅樹木，靜靜咁樣匿埋喺雲霧裏邊，會覺得好寧靜舒服。哇，真係好似喺仙境咁喎。到咗山頂，可能睇到腳下嘅雲霧就好似一啲棉花咁樣，風吹嚟嘅時候翻騰不斷。呢個真係一個奇觀嚟㗎。好想快啲睇到啊！如果太陽出嚟，雲霧散咗，就可以清楚咁樣睇到維多利亞港啦。我見過一張維多利亞港嘅相片，景色就好似一幅水彩畫，高樓大廈好似積木，海水好似鏡，仲有幾艘大輪船。今日我一定要影好多相俾我美國嘅朋友睇。好啊，咁我哋就喺山上邊玩半日啦。小明表哥，落山之後，我哋去海洋公園好唔好啊？我想去睇大熊貓。好提議喎，喺海洋公園出世嘅大熊貓都就快2歲啦，我都想去睇下。一，表妹從哪裏來香港？A. 英國 B. 美國 C. 法國 D. 加拿大。E. 小明帶表妹去哪裏遊玩？A. 海洋公園 B. 尖沙咀 C. 太平山 D. 維多利亞港。3. 他們搭什麼交通工具？A. 地鐵 B. 巴士 C. 的士 D. 纜車。4. 表妹形容維多利亞港的景色像什麼？A. 一幅油畫 B. 一幅水彩畫 C. 一張照片 D. 一幅漫畫。5. 表妹要拍照給誰看？A. 媽媽 B. 爸爸 C. 同學 D. 朋友。6.
下山後，表妹想去哪裏？A. 海洋公園看大熊貓。B. 維多利亞港坐渡輪。C. 尖沙咀逛街。D. 中環吃美食。表妹，你啱啱由美國返嚟，今日我帶你去太平山睇下香港嘅美景。太好啦，小明表哥，我聽講山頂可以睇到維多利亞港嘅全景，咁我哋要點樣上去啊？坐巴士定係纜車？纜車好有特色，不過票價就比較貴，而且人多嘅時候要排隊。巴士就方便得多啦，仲可以一路欣賞街景。我啱啱返嚟，想睇下香港嘅街道嘅風景，咁我哋坐巴士啦。好啊，巴士一路繞山而上，你可以睇到唔同角度嘅城市景色。今日多雲，可以睇下兩邊嘅樹木靜靜咁樣匿埋喺雲霧裏邊，會覺得好寧靜舒服。哇，真係好似喺仙境咁喎。到咗山頂，可能睇到腳下嘅雲霧就好似一啲棉花咁樣，風吹嚟嘅時候翻騰不斷。呢個真係一個奇觀嚟㗎。好想快啲睇到啊！如果太陽出嚟，雲霧散咗，就可以清楚咁樣睇到維多利亞港啦。我見過一張維多利亞港嘅相片，景色就好似一幅水彩畫，高樓大廈好似積木，海水好似鏡，仲有幾艘大輪船。今日我一定要影好多相俾我美國嘅朋友睇。好啊，咁我哋就喺山上邊玩半日啦。小明表哥，落山之後，我哋去海洋公園好唔好啊？我想去睇大熊貓。好提議喎，喺海洋公園出世嘅大熊貓都就快2歲啦，我都想去睇下。